而家帶大家行去啦，咁就喺觀塘地鐵站開源道嘅出口，即係近住觀塘廣場前邊落嚟之後直行，見到馬會就轉過去成業街，對面就係馬會成業街，咁就直行，即係馬會對面，跟住直行，東廣場前面會見到東廣場啦。跟住再繼續直行啦，即係其實喺東廣場嘅對面，呢度係成業街。呢個係電信一代廣場，有大家樂啊、大快活啊，再直行。大新銀行，繼續直行，乜餸燒鵝嘅隔離就到觀塘淘多多嘅新鋪啦。